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10月21日，箴言3章30安尼讲：毋通互阻碍甲真实离开你，就绑伫你的颔棍，刻条伫你的心内。三甲来祈祷，无互阻碍甲真实离开阮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有怜悯、有稳定、无快生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的上帝。主啊，你的创造伟大，你的作为奇妙。我要唱歌学习你的慈爱到永远，也要开嘴出声报扬你的信息到万世代。主啊，愿伫万物的中间敲找生命的答案，愿伫人的中间敲找疼的温暖，愿伫逐项代志敲找毋忘的真实，总是愿到尾拢是失望甲虚空。主啊，求你毋通互你的慈爱甲真实离开阮，互阮通知将你的疼甲真实刻条伫心内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咱的主有丰盛的慈爱，甲真实的活命。咱若明白伊，敲找伊，甲全心来信靠伊，就上帝的疼甲真实就要刻条伫咱的心内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